我敢说，没有10年以上的精神分裂，绝对写不出这样扑朔迷离的烧脑神剧。1899年，一艘移民船从欧洲航向纽约，没有任何预兆，船员和乘客们像是受到某种神秘蛊惑，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投身大海，仿佛他们在海底追寻着什么。随着细思极恐的剧情展开，一个更加惊人的谜团也逐渐浮出水面。时间拉回到几天前，诺拉突然从科尔贝鲁斯号上醒来，手腕上有明显被捆绑过的痕迹，地上的报纸和被移动的毯子都证明着他在无意识中做过不少事情。可莫拉自己却丢失了那段特殊的记忆，只记得哥哥寄给他的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丢失之物终将寻得，内容是哥哥发现了父亲的巨大阴谋，希望莫拉前往纽约面谈。其实每位乘客的背后似乎都藏着秘密，有的人是为了寻求自由，有的人却是为了逃避恐惧。更复杂的是，4个月前，同属这家公司的另一艘大吨位远洋船，竟在这片海域凭空消失了。就在乘客邻里间的碎嘴谈论时，邮轮重复收到同一个不明信号，电报中没有半个文字，只有一个坐标，正是之前普罗米修斯号失踪时的位置。最让船长惊讶的是，按照失联的时间和水的流速推断，如今普罗米修斯号应该在他们的北方，并不应该是相反的南方。明知道事隔4个月不会有人生还，可船长还是下令靠近。不过这一决定引起乘客们的极力反对，毕竟富人可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去冒险，但在茫茫大海中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谈条件的筹码。乘客中唯独诺拉没有反对，甚至他还主动报名要随船长去救援，因为他的哥哥很有可能乘坐的就是那艘船。见发出的信号弹没有反应，船长带上几个可靠忠心的船员，在乘客质疑的目光中登上了普罗米修斯号。就在他们上船不久，重复发送的信号就停止了。本以为普罗米修斯会尸横遍野，甚至是人吃人的惨状，结果船上一片狼藉，就是没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而一个布条却吸引了船长的注意，这是他买给女儿扎头的头绳。不过女儿在几年前的大火中就已经丧生了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随后有人发现了早已不能用的法宝机，到底又是谁发出的求救信号呢？此时紧张的情绪已拉到了顶点，几人也终于看到了唯一的活物，一只通体绿色的甲壳虫爬进了柜子里。正在大脑飞速运转时，门内传出剧烈的撞击声，一行人下意识地向后退，无形中将诺拉推到了前线。等诺拉拿走铁棍打开柜门，里面的东西却吓坏了所有人。小男孩的衣服整洁如新，面对陌生人沉着冷静，一点也不像困在这里4个月的样子。不管他们如何询问，男孩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递给莫拉一个漆黑的金字塔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神秘男子爬上了科尔贝鲁斯号。很明显，男人是走水路来的，他也有一个同样绿色的甲壳虫。随后房门被悄悄打开，那他隐藏在乘客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